111年台南市二场杯争奇斗艳兰花的比赛，将伫2月25到3月1号，伫台南市议会大厅来登场。台南市议长郭信良22号上午，甲台南市兰艺协会共同召开记者会，邀请市民乡亲利用228的连续假期，到台南市议会来赏花。议长郭信良表示，台南市议会伫去年首次举办兰花的比赛，吸引将近500盆的兰花来参赛。加上台湾国际兰展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连续2档停办，因此吸引真侪乡亲到场来观赏。去年呢，在这边举办的兰花展，将近有500盆的兰花参赛，在大厅的展出呢，受到当时候都刚好遇到清明节，受到呢很多的市民呢都逼堵逃跑。那加上台湾兰展已经2年呢停办了，所以所有很多喜爱兰花的乡亲呢，非常踊跃的来台南市议会观赏这次的兰花比赛，让市民的大饱眼福。那因为这次的展出的兰花是走精致的路线，都是呢兰花中的兰花，所以今年再继续来举办下去。那3月底呢举办的国际兰展呢，有所不一样是，我们现在所举办的每一盆兰花都是经得起所有民众细心的观赏，慢慢的品味，也算说是非常的值得所有乡亲去年看过了，今年再来看；去年没有来的，今年也再次来看，不要错失这次的先机哈。议长强调，今年的兰花比赛由兰艺协会来申办，将邀请全国各地兰农来参赛，要让市民看到台湾兰花种植农业的软实力。展期只有5天，欢迎民众把握2月25到3月1号这段期间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